香港，一個中西文化交匯嘅國際都會。喺街頭，你會見到唔同膚色嘅面孔，聽到唔同嘅語言。但係當兩個男仔或者兩個女仔喺街上面有一啲親密嘅接觸嘅時候，所有人嘅目光都好似係望住佢哋咁。原來喺呢個多元化嘅城市背後都隱藏着好多陰暗面。LGBTQ 嘅存在經常被社會標籤，上網揾 LGBT 彈出嘅唔係啲咩平等討論，而係偷影、公審，話佢哋係基佬、乸型、男人婆、異類等帶有歧視嘅詞彙同埋惡意玩笑。有一次我喺街度聽到有人見到對男同性戀情侶之後，問佢哋：你哋唔知醜嘅咩？聽完呢句說話之後，我喺度諗，點解我哋可以接受唔同種族、唔同文化，但係唯獨對於性小眾嘅存在咁抗拒呢？根據香港大學嘅一項研究，喺2013年，淨係得38%嘅人支持同性婚姻，但係隨住社會風氣嘅轉變，2023年支持率上升至60%。但係進步嘅背後係無數人用青春同埋尊嚴換返嚟嘅。2013年跨性別人士分權案 ，W 小姐用咗7年嘅時間先爭取到跨性別婚姻權。喺2023年，跨性別男謝浩霖告到終審法院，先成功更改身份證性別。仲有喺2024年，一對男同性戀情侶成功爭取喺香港申請公屋，佢哋咁樣做就係為咗爭取自己嘅自由同埋得到其他人嘅認同。但係即使係咁，部分香港人對佢哋嘅標籤從來都未消除過。儘管香港法律對佢哋嘅規限逐步放寬，有調查指出仍然有62%本地性小眾表示曾經受到歧視。街上旁人投嚟嘅目光，大多數都帶住唔友善。如果多元真係香港嘅核心價值，我哋係咪應該要學識尊重同埋接受佢哋嘅存在呢？